主计总处公布，今年顶半年6都的失业率，结果发觉讲，其中台北市15至24岁少年人，这失业率是15.3%，排6都的上悬。有部分人就认为讲，这找到符合期待的头路，有影是真困难。主计总处公布，今年顶半年6都各年龄层的失业率，台北市15到24岁青年失业率是15.3%，三边排伫咧6都上悬。民众认为要找到符合家己期待的工作，确实有淡薄困难。很难找工作生存，是因为房价真的很高吧？对啊，想要买房也买不起，然后租房也就是开销成本很大。你都那么努力的到台北了，你应该会有一点期望。有些都会区的这种工作机会比较多，可能整个产业结构是比较偏重在这种内需型的服务产业，青年人比较不愿意去就比较低薪的这些服务性的一个产业，这个工作环境比较辛苦。林组专家讲，都会区产业结构也影响就业的情形。议员是积极，台北市长蒋万安伫咧3个求职者交通补助，要用共享运具拍一个优惠款，或者是800基督交通月票来吸引少年人接受职业训练。延古自3月到6月底，只敢有637个人申请，比原本所设定的5000人目标少真多，执行率也只敢12.74%。青年失业率，这是跨局处要共同努力。对于寻职青年共享运具的补助，我们会加大力量的宣传，扩大补助的对象范围，然后从原本的补助1个月拉长到2个月。台北市劳动局是回应讲，求职者交通补助拄则实施，民众正伫咧了解阶段，下半年应该能照着补助计划升级了，让大家更加知影了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